受瞩目的人权律师阿马尔·克鲁尼督促澳大利亚追责那些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其中包括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侵犯。克鲁尼女士说，澳大利亚政府还应该针对那些侵犯人权行为有关联的公司，包括中国政府在西部省份新疆的拘禁营地的使用。据估计，该地区有150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强行拘留。他说，法案应允许澳大利亚政府追究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和个人。许多大型中国公司，包括监视技术公司海康视威和大华，因参与中共在东突厥散建立监视网络，已被美国列入实际清单。香港立法会内委会会场星期一一度陷入混乱，法民主派议员质疑主持会议的建制派议员的资格，双方爆发冲突，多达14名法民议员被驱逐。这是内委会会议本月第二次陷入混乱局面。香港立法内委会主席选举被延后了7个月。立法会2019年10月复会后，因上届内委会主席竞选连任，内委会由担任上届副书记的公民党议员郭瑞坚主持选举议程。港府日前预告会在下周3恢复国歌法二读，立法会是在掀起新一轮激烈攻防战。若国歌法3读通过后，港人一旦不当使用国歌及侮辱国歌，均可被惩罚5万港元及监禁3年。民主派阵营担心国歌法可以无限上纲，成为以言入罪的工具。世界卫生大会今天登场，预料各国卫生部长将会在会上呼吁独立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因武汉病毒疾病的措施。美国、中国也可能加入呼吁行列。消息说，欧盟决议案除了获得公开批评世卫和中国的澳大利亚支持，俄罗斯都表态赞成。世卫组织大会多国拟与独立评估世界卫生组织抗议措施，传美中可能加入。为期2天的世界卫生大会已于18日登场，上述呼吁也将被纳入由欧洲联盟提出的决议案中。决议案的内容也呼吁让世人及时、公正地获取安全有效的武汉肺炎诊断、医药和疫苗。分析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北京的传统盟友莫斯科也支持该法案。该法案是根据澳大利亚提出的法案所编写。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召开的会议，本应为全球抗击武汉病毒大流行指明道路，却变成了中美两国在这个病毒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的展示。美国卫生和社会服务部长亚克利斯·阿扎尔在昨天开始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阿扎尔在历史上首次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的大会上，指责世界卫生组织称，这个组织在抗击病毒方面未能获得世界所需的信息，这种失败造成了许多人员伤亡。阿扎尔强调，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应透明，并表示支持欧盟提出的动议，其中包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大流行病各个方面的责任进行独立审查。阿富汗去年9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阿赫迈德扎伊及其对手阿卜杜拉同时宣布胜选，导致政局严重不稳。当地传媒上周6报道，阿哈迈迪扎伊及阿卜杜拉已达成权力分享协议，双方都有权委任内阁成员，同时委任前一副总统乌兹别克族军阀杜斯塔姆为军队元帅，协助带领阿富汗走出困境。为确保国家走出困难，协议亦给予杜斯塔姆大量实权，包括成为军队元帅、担任高级政府官员、统领北阿富汗地区、